欢迎收看《后山太上宫》，有他太上宫。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图示中阿中古，乡下的老后生人大在顾了，有参加过沙团冇？讲到沙团，有冇想到乜嘢咧？根據美國嘅調查發現，先修課老沙團做嚟陪學生學到見不到嘅東西，唔過咧，廟路方面發現咯，僅僅有40嘅人回國參加沙團，做嚟搞到好朋友，學會用辦起老人溝通，係對佢人生當好嘅幫助。唔過參加沙團真嘅係培養好興趣嘅好素材。也係打上你嘅青春咧，咁有請到6個後生人，留下鄉下來分享佢哋嘅沙團人生，掌聲歡迎。首先，留下手機都係阿子怡。大家好，我係太學嘅世界有彈音樂學會嘅會長，還有副會長嘅阿子怡。第三啦，手機就阿應真。大家好，我係有參加過美姿美社的阿應真。唔該，按你講。我係自己禮貌非常重要，鼓手安利咧愛維持安尼當遊戲者，後上太上宮一次就冇戲者嘅代表，鼓手佢就嗌嚟做了。唔係意思，你睇下順康幾條聲啊，冇人嘅把種嘛通一下。冇按簡單來導播睇個全景，可能呢個叫。鬆動。哪邊等一下，不要搞笑，關呢？哦，你講意思咧？哎呦！按簡單多。嗌咩聲音啊？唔係真係大聲音都做得到。好，來，老太家對呢個第三集就係阿路易。大家好，我係冇參加過沙團，唔過楊龍大師嗌路嘅阿路易。太痛苦了！我參加沙團，你要主題曲沙團。還有參加過高吹，校隊啦，校隊。有搞嘅啦，有第四道啦，上來就白鉗，來，同我來講，我係種白鉗，我喺台海書節度要打過埋，你諗係種白鉗啦。等下再嚟講，做乜嘅條牌打籃球，唔過你下喺上到安陽店，好，聽就最幾代假人。大家好，我係高中2年生，當然無一啲嘅個人沙盤成果發表嘅假人。也係從高中開始就做社畜的蛻變。係冇錯。最尾啦，最幾代阿比。大家好，我係做沙種，愛期盼發通爭啲冇錢那個中難嘅比喻。哎呦，咁多錢都爽感。那個冇錢按車。我嚟問下大家，自家因為講人嘅印象最深刻嘅沙團係乜嘅？阿自己來分享下好冇？我高中嘅時節就參加有2隻沙團，就係呢乒乓球沙，還有衝球沙。竟然大到，跟衝球棍很吵呢。公司參你這樣剛好桌子露出一顆頭來呢。不要拿個梯子啦。其實我會參加要兩項運動呢，都唔係我中意嘅運動。這麼講我會特別參加乒乓球，還有衝球沙，還以為嗰陣時我讀嘅戲劇學嘅嘛，跟住當然你就會練功啊，就動辛苦會動忝嘅。那有時候打乜嘅籃球，還係乜嘅楊龍嘅，嗰時候就動難事啊。嗰陣時我就談到乜嘅呢，有人就講，跟乒乓球沙還有那衝球沙係最好混的。那你應該去冥想社啊。冥想社就係水木。我沒有誒，我係用雞沙團，那有我就參加咧。嗰時我有時我就參加乒乓球還有衝球沙，後來都會太紅誒，我就是力爭上游。你有冇發現誒？我太熱嘅時間，我就作為會長，你嘅那學會嘅會長。哇，那太後比較好混是嗎？冇啦，都有這樣噶，都會太後3年生，我就作為副會長。係嗰陣時。做太后，用呢啲變熟咧，動作乖嘅。我呢個
人做人家戲陣呢，冇戲陣。有時我就想講誒，我一定要帶兩呢個內褲啊，向下搞到動聽落啊，我帶去動到會發痛。不過後來我真發現到，原來我每個學校啊，高中就愛用搞咧，我係太學長開始搞。係啦。係。冇錯啦，因為講有陣時係，就尤其像高中，因為讀戲劇學院嘛，就講有人係睇讀嘅私立咩學校嘅時節，高中咩教用，充眼艱苦，我覺得前面種好煩啊，種較閒。冇錯，有時我冇想去選，不過俾本人跪天個，一定愛選一個。係跪天，不過你下想起來就好啲，嗰樣是有下強鬆嘅沙團。冇錯。係嘅阿女。我知道基本真嘅冇參加社團，都兩片數碼間。我冇參加過社團，不過我做啲分享，我參加嘅搞吹嘅事情。那你應該參加校隊的主題啊。冇啊，冇啊，都我來做啲分享，做啲堂調嘅啊。我參加國小參加嘅國樂吹，國中參加國樂吹。太好一年成日讀嘅係國術呢。國術就係大鉗嘅，大鉗嘅國術呢。想當國寶嗎？都國開頭的。應該國寶。你坐好，你要坐嘛嘅。你掉下來。有兩張老師用嘅。國術呢？國術呢？因為國術呢，線上有講，大家一定可以參加嘅，唔係嘅社團，要參加嘅。搞吹，不錯，你你個國術呢有個大鉗呢，還有鉗擊，還有太極，還有個跆拳道，還有個推拿的。哦，把看東西人，東西人啊，總有你哈。一節多少錢？500萬。哦呦，結果你都在參加那隻吹？楊龍大師吹。哦。不過因為國術呢。出個細妹冇按到，結果你細妹全部都去給楊龍大師吹，哇！結果欣賞就注意咗，全部都係細妹嘅女龍吹，全部都是女生。楊細妹嘅女龍隊，五龍吹，那個你還去比賽哦，因為五龍吹讓一紮停停，一紮停停，全台灣，這樣一紮兩紮，就係小龍女啦，係啦。你幾條路係小龍女？老太太講吼，阿女講吼，其實係專門做頭髮，即頭前面有龍珠，其實做龍珠嘅部分。哦，迄三人在追佢，吼，像太后時節就按多人在追你，按多人在救你，哎呦，都兩下，哎呦，不得了。跟馬介意思，給阿英神來講下。哦，第一開始就按價錢，都兩下。回來了，冇錯，我同大家來分享，因為我韓式嘅時節對國小開始，我就學跳舞嘅，非常有氣質。到嚟高中咧，係演戲劇嘅，學做戲嘅。到嚟呢啲太學嘅時節，唔錯，氣質全部就會做出來嘅。嗰個其實我一直以來咧，本質就係老亞嘅才藝相關嘅課呢，就當然去當參加嘛嘅社團，嗰種係就啲嚟學。其實社團就係攞補習班相關嘅，你想好嘛嘅，就嚟去教你嘛嘅社團，從我本身就當有戲者，嗰陣我就想過，我哋去參加一個美姿美社隔壁嘅客家戲社啦，記憶輝煌社啦，冇錯。記憶輝煌社是？冇錯，就係個基材啊，唔係，嗰種技術，還有才藝，記憶輝煌社。哪片輝煌老愛講？我就係輝煌嘅本質。即係上主摸誰是變輝煌啦？對啊，你講皮膚黃黃的，是不是？沒啊，灰的。白劍來講下，白劍從頭白開始來打籃球。係咩哦？高中嘅時節，我咪去參加一隻社團，按到吉他社。我嘅目的嘛，我培生下冇強壯啊，培生因為為到去教樂器啊，為到教音樂啊，咩哦，我係為到去做埋啲嘛。渣男。我要做，唔能係渣男，聽聽。抱着吉他唱情歌改渣男。冇強壯哦。太公字啦。大學時節就下真蒲掉咧，我係參加內蘭西南蘭，咁目的係買啲麼？咁目的長高。我本來就唔高，咁目的哦係為到愛變做，做啲本應跳做嘅寶特瓶的小鮮肉。
結果吼哈就是喝完的保特瓶給你環保小煎餅就好啦，都有誒，嗰時每年會攞嘅保特瓶睇做一皮條，哦，你阿白出面定過嘅，冇，嘴面拉一拿着，絕對都是那個環保阿姨。對呀，馬上跳到你阿位，很謝很要笑哦。真係，哎呀，誰冇印度好啦，誰冇印度好咧。阿 V 來講下，頭擺參加過哪條沙團？國中嘅時節，我教嘅吉他沙。渣男，因為是說不考，就有動到義打哦。嘅我媽媽在我細個時節就自家彈，自家創哦。我就想去學也就講去哦，到高中嘅時節，我就教佢流行音樂沙。係都嘅創歌嘅哦。重點係一隻沙團，我動到隻聲。你咩係老北強香嘅？重點是係真嘅會彈嘅，你唔係真嘅會彈。哦，我是真勁會渣啦。要不就不用跟大家解釋哈。咁假嚟我來睇下分享下，頭擺參加沙團有幾個原因咯？冇錯，因為高中嘅時候當初唔係愛去鬥陣嘅。唔過我最鬧嘅就係鬥陣，我前面開咗啲嚟出嘅天人，我咩冇去鬥陣。唔過咧，廣播沙嘅沙團當初唔是去鬥陣，就係去廣播同佢朋友講，各位同學，我去水母咧，我亞種嘅。嗰時我就測報名，因為睇下知道多麻煩，但係我一3年報名，嗰時我高中3年唔識到高職。因為睇下都會用嘴向睇下去水母，用嘴去向睇下去鬥陣就好了。意是一種嘴啦，啊你們係叫嘅係冇？叫點門梁，意是一種嘴就錯啦。大家來分享下你參加嘅沙團嘅時節，印象最深刻嘅事情，人講參加沙團竟然有啲種好處係冇？嘅阿英真。其實我之後講參加沙團啦，就係講有一隻素材、一隻空間，係本人哋沙團嚟利用嘅，就有一種啲好講係咩有屋卡嘅感覺。秘密基地。冇錯，一個素材就按到沙團辦公室，簡稱社辦。就有本社嚟去約會嘅素材啦。冇錯，甚至像做啲乜嘅食東西啦、水木啦，嗰種動到嘅沙人就會來參詳講啊，我樣辦來擺佈一個素材，有條嘅沙團會買乜嘅碰燈，就變到幾片哇，當燒啦！甚至像有條嘅人啊，係想去買乜嘅東西，我係冇按到錢，唔講就做地加油沙團嘅名義嗬，同佢買一台，所有嘅沙員就做地嚟用，真係加油沙團完成嘅夢想。你喺乜嘅廣告？我參加，我完成人嘅夢想嘛，來到你沙團天窗做地。想係想去皮用係嘅氣質，跟埋就來去美姿美攝。哦，看來是失敗嘅，謝謝。但係呢種失敗，太早最後參加呢一種沙團，不過做地請大家想一下，頭擺參加過安度沙團，你印象最深刻係乜嘅事情？韓國出社會過後，頭擺學到嘅東西，咁用技術來運用嚟，等下將來技術，讓大家聽下來打嘴鼓了。沙團係表演嘅，愛舉辦成果發表會。跟住呢沙團冇乜嘅錢，我係沙總，就愛去總錢，請廠商，請贊助，真係動困難，辛苦係辛苦，不過你穿你動到錢。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台上個節目現場嘛，你學生嘅時節，但當然大家可能就參加過青島嘅沙團，出在135D來偏同過也嘛計啊。之前係偏重金，也係偏重好金，嗰啲下就偏同過飛，我係好錢好冇？唔過勉強啊，算係有參加過課程以外嘅活動，我們姑且把它稱作是沙團嘛，做嘅。唔過參加沙團頭擺，聽說有當到印象當真嘅，到底下想起來有上陣會笑，有上是可能會叫嘅事情。阿 V 來講一下頭擺參加沙團印象最深刻嘅事情。我叫你。我記得嘅係啊，就係第一任女朋友嘛。真勁啊！高中嘅時節。唔係啦，就係因為沙團係表演嘅，我舉辦成果發表會，跟住呢沙團冇乜嘅錢，我係沙總，就愛去總錢，請廠商，請
展出哦，真运动困难哦，辛苦係辛苦，不過你穿嚟動到錢，重點咩？你穿到係因為要是西門町重過本大家打錢挑錢那樣。有我知道有一些的排泄，因為你要衝過本大家堂，大家本去表演啊唔錢，透錢。還有愛去咖啡堂啊，去老頭家講，anyway 基盤發通咯，我做啲本 any 錢冇，係都有錢。這個我叫人家冇。唔過一下想起來其實很懂神奇啊。係有陣時就即係做學生嘅時候，按樣經驗，就講去老人幫展出嘛，就講頭家你要派地發通做嘢來展出。唔過尤其嚇，啲學校順項嘅那種點頭家嚇，佢都啲啦。哦，你要嚟展出，好啦嚇，100塊本就嚇，冇過來。有陣時變咗按樣，要變咗講。嘅學生嘅多代提自己嘅判自己嘅發通，都係用乜嘅形式去向人來投資。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學生做學習部分，用本人本人來投資到，給阿自己的。嘅剛才頭前就講到我有做非總，還有副非總嘛。故說我大學2年生嘅時間，我做非總，我就帶啲啲嘅全班學嘅嘢拍下咋陽性發通，所以對陰性。咩陽量？陽大師。故說那係呢小我一屆的，就真係懂幸福，因為談過我後輩嘅人都冇拍愛用嘅陽性發通，也唔係係忙多，用是我拍陽性發通，你就董事行嘛嘅 Wonder Girl 嘅 Nobody 啊，一路呢。天天的哦，還有 Nobody 抱住等等，係本豬吧？咩本豬吧？捧豬看在你上來，還有那個江南 Style，哦，把江南 Style，真好，跟住我時就會表演本學貼項目，佢係要拍乜嘅啱嘅嗰嘅發通本睇架副通，因為我都上過本呢嘅學貼項目啲嗰個，呢嘅客家呢佢最咧睇家庭分享睇家來，結果咧，再過來真見動動人參與，再過來最順我就會一集發通嚟嘅萬聖節發通，有得影響嘛？鬼啦！係，你做鬼很強哦。我們影響哈，可愛鬼，有實力呢。有萬聖節發通你有蠻講呢，喺唐宮裡面喺呢個內口呢，我們第一次辦萬聖節發通，喺裏面冇人攀嘞，喺裏面係最成功、最用心的一個。你確聽哦，真嘅，佢邊度冇係有人真實一件事情，故說李家佢唔會冇來。你家佢要參與一拜嘅，因為佢係學愛叫參加，係嗰陣時呢，我攀一隻萬聖節發通係真正懂用心，因為你愛寫嘅企劃書、企劃書，韓國你愛神槍嘅衝題，韓國你還愛抽全部嘅呢個學貼項目啊，叫佢嚟參與，對，叫佢嚟做鬼，故事可以寫乜嘅邀請函啊，就抽大家叫佢嚟做鬼，一天會大班，因為要買呢位比賽，最面我們要走秀，然後最面還會投票出馬啥係大頭名，大頭名。我唔係啦，唔講我係主判，即係主判都懂成功。從一下，那係以後新聞嚟㗎，佢也很記得，機動中醫。係，佢係記得自己用是貴樣，嚇，上到按樣等人講，唔搶人。我唔知。不過有人講上去頭擺嘅那種因為我你知道酸丟丟嘅心情係好事，像你後擺嘅這樣嚇，上去來可能就會叫。哎呦，所以因為我想講廣播啥應該冇乜成果發表，可能啲動作向大家水磨就好咧。你水磨，你肚子麼？冇做，唔講好做好幾個愛表演，我想講應該去同配嘅沙團嗌到主持聽聽就好咧。結果冇，我準備90分鐘嘅舞台劇。50分鐘嘅其他啥就50分鐘。我嘅有時喺高中那天哦，我有就自己寫劇本，喺去做燈光、熒幕，還愛做通話嘅樣式，然後會嘅做那個投影機就做嘅通話。你上台上過很係當多事情，然後自己喺排練啊，好啲好唔要強下來表演，韓國藝條韓國去買票。就會有賣票，係真嘅有，還要先請錢，然後來去做，就搶位用用。唔過我真嘅當定後去隔壁店拿嚟上嘅講，做啲本愛錢我愛真嘅動腦做一樣。所以去咗 detail。喂，咁聽太長我會發現到，我們嘅藝條就嘅用時就用嚟行銷嘅方法，我們呢就真是有賣我們還表演兩重。
大家毕业都全部卖枪，有好多东西。难怪顾家呢，按会穿钱的功夫哈，对高中开始就皮哦。哎呀，你还差很多。好啲啊，他还会画图，还会设计哦，唔单止会设计，还会设计人。生意點位啊？生意就太搞笑啊！阿 B 原差下生意點，阿應真來講一下好咧。其實係知道講話啲沙屯地杯會有動到嘅法通，唔過有一個法通係非常重要嘅，很多沙屯皮干社團皮件。哦有啊，唔錯。像呢個沙屯嗬記憶輝煌社，平常時節咧冇乜嘅法通，連餅乾都係可以輝煌下去。冇唔錯，嗰個餅乾非常重要。記憶輝煌都在啲做乜？其實咧，呢地杯啦，就係有呢個準呀，笨蛋呢學會嘅嗰種雜技啦，比如說什麼。丟帽子啦，疊羅漢啦，乜都有。誒冇唔錯，就很多記憶輝煌、動厲害嘅意思。嗰種時我就想講，人家上年單槍面後可以冇乜嘅記憶。係啊，你冇成功。係啊，你想講一個沙種副沙種應該唔係很愛來做，結果冇想到阿妹愛冇生意，媽媽上到嗬，本來上到特獎，又睇我講法嚟，跟現場就想講沙屯單槍就一直發通，很多沙屯餅乾，嗰時候就很眼紅，我來去做一個社團的門面。門神嘅意思。冇錯，冇錯。就記得該片啊，保平安。冇錯，真係會保平安咯。因為假使唔平安冇個，下晝好慶祝冇一個沙屯嘅費用咧啊。嗰時候幾兩時咧，我嘅主任就講，好，既然來做沙作，係主要嗬從規劃起，你冇做乜嘅事情，我同佢編劇演出來，編到一豐富一澎湃，可以來你沙屯真是嗬懂得會懂得做事情，真是有記憶輝煌這樣子。好，個評審現場就來咧，我就開始賣嘴巴，講罷了，冇啦，唔係講罷了啦，係用我嘅戲者同佢來分享，記憶輝煌。分享唔到啊！真係同講，分享都太好咧，佢係冇嚟講，哇！跟而家個沙屯係咪係啲實董叫啊？係成個都就想講啊，爭一口氣聽聽啦，就本來咩都好，一種好種嘅阿妹愛啊，千年歷史一樣。都係佢嘅博物館強真嘅，像唔像好就會推薦埋去個故宮博物院展出。是你的本人去故宮博物院展出是嗎？國畫的部分，你講嘅算係沙屯地杯嘅公關也在角色。我知道講從美儀啦，然後顧家人啦，佢哋嘅沙屯請唔到錢，就係因為冇錢嚟去。係啦，我大嘅面就抵好了，今天都給你，點會就給你了。好嘞，那個事情呢？注意人嘅氣質。冇問題。白客人跳擺到了下，有乜嘅當其中嘅印象當切片，跳擺咩講啊？打籃球啊，你聽司機聽我講啊，假使我冇講出來吼，大家就全知道，我就本身係籃球天天嘅哦。因為我跳擺終於未上到安陽聽我先講，我跳擺未上到動四溫，動然到。你說巨石強森嗎？梗係巨石好。好啦，因為我跳擺係大學營業社師姐，因為係學弟嘛，所以佢學長學大擺是咪係咪去學會啊？那個佔球場啊？哦，我會等大家攞嘅時間咧咪，之前先就唔小埋動機啊。懂說他的，因為開始講我打籃球冇咩好用咗呢幾片，乜嘅意思啊？咩先來嘅？呢度本來嘅係呢度先係氣質，我太好嘅書啲咯，你係安陽公會哦，公會安陽動分就你做得控制啦，係啊，做得控制，所以用安陽嘅方式其實咧講。嗰時人嘅講嘢就會去佔嘅籃球邊。唔係，佔完之後咧，其實讓大家強下教。我等大家來之前，差唔多2點鐘嘅時間，就係我自家練習嘅時光，就係跳跳籃啊，就係runrun Q 啊，練個基本功啊。嗰啲嘅時間咯，全部練到動好。韓國運動就千祈就係講嗬，因為嗰啲時候太學嘛，所以我身材就已動好，我非常歡迎嗰種動超，係動手，還有動膽酸，冇壓力嗬，冇是上到兩班去競爭自家，兩班去賺錢，嗰種非常膽酸。哦，單槍喺度，你跳下嗬，出汗，喺度呼呼，咁樣做。好嘞，因為講到那樣事，
关于那种做小鲜肉嘅施工啦，对对啊，他就会。那系老鲜肉啦。一定会挑起肉天天，因為很難談哦，唔會挑起嘅。三層肉。唔過大家都知嘛，哈，面前有啲兩位哈三位嘅安尼講細妹哈，大家都知哈，客家天師台正經同鄉下大家兩三年哈，沒有入圍到天師金鐘獎，攞大家小記下好唔好？你今日嚟做呢隻節目，我都練習成來天。今日咧，就同大家來分享到係高中生嘅社團，點解參與嘅高場地位啊，就發現到社團唔單止做啲本有動有氣質，還做啲本培養興趣，即係講唔嘅專業啦，唔嘅課內啦，喺未來做啲本創新嘅，唔過係發現到興趣嘅培養咩當重要喎，因為要去參加一度嘅名學校嘅種社團，你就問講，既然就啱可以讀書，做乜嘅行開來社團行來參加到，係認真咧。佢就講啊，因為做啲本佢不用強鬆，像一下現在有動人啊，哦專業動好啦，抗壓嘅壓力，做到動厲害，動會賺錢啊，嚇唔過咧啊。下課嘅時間，唔是上班嘅時間，啊，尋唔到興趣咩？唔曉打籃球咧，就當賽歌，心肝都要當到嘅壓力，冇辦法來釋放，你就當感嘅。嗰種係之後，社團係興趣嘅培養，做到本意有一隻素材，唔是講做得落實模，係一種做得變成嘅專業模，就好好來享受自家，就像愛實驗品從世界而安尼啊，神奇！你做得本唔盤到腳啊？咪做得本唔盤到腳，希望唔錯，佢撲到盤到腳咧。冇錯哈，根本當時夢啊，我們的認真，用了按遊戲嘅方式哈，相信大家哈，聽咗都唔慣係冇。我認講啦，你講社團裡就係人嘅職場裡，你咁有樣咧，等下再來繼續來睇下，向下來分享了。唔講係之後講咧，像係亞下做動到啦，客家上班嘅條路，因為大部分嘅金錢是有參加過一個客家嘅社團，嗰種係亞下假使有名到，客家戲曲嘅時節，就唔會做上分咧，一見如故，冇錯就按你嘅感覺。歡迎大家到嚟後生睇相關節目現場，今日討論到所以講做學生嘅家下嘛，要參加過哪一條嘅社團，因為會知道尤其係有條嘅社團，因為做學生嘅，佢體育本分就好好讀書就好，參加嘛嘅社團咁友好。唔過咧，嗰啲人力銀行發現到嗬，其實社團力都有可能成為你後來去職場上嘅職場力。尤其係像喺啲體育就係講，要當到人啲社團嘅時間，參加當到嘅職位，嘛嘅職位叫連個像嘅倒垃圾啊，多社團嘅，都係吧，都社長都有，各種嘅職位你都係想到冇強用嘅方法，所以可能會類似當到嘅經驗。體育就係講，如果參加社團嘅，佢會有用神隊友精神，就講，佢會讓人聽書。第三呢就係團結咩？第三種就做有做過社團嘅，佢係看耐嘅，好比較有那種忍耐的精神，可能佢會去做拼人夢想去做，唔過捱做可能就會動賺錢嘅事情不欠來講。來就係從來，因為社團就係通啊，到就係辦法通嘅所在，度行嘅呢下嘅條路就係接法通，因為按度好咧，所以可能挑白嘅幾種參加社團嘅經驗咯。哦，呢下按做很好容易做得了解。客服然後主辦單位幾條嘅先講到想買東西啊，韓國做啲了解幾條樣板來辦法同啊，主持人樣板來做啊，你看係咩衝勢來參加社團，後來狀態以後，就做得來好好賺錢呢。我真嘅啦，有上次參加社團，你冇單講講係學到課本地不會搞到嘅東西，將來讓眼睛溝通，那有可能啲課本地不會都學到，有可能就係你參加社團，參加應用大事出嘅事，因為私人用白熱打，讓你先溝通好，你們做唔得青菜這樣，你們對掉會唔會讓大事啊樣嘅？係啊，所以要溝通啲動動然之後，社團地度來學到嘅壓制嘅。其實我講過社團真係係咧同好嘅職前訓練，因為講，因為其實像嗰種是我哋嘅呢學費啊、做費用還有付費用嘅時候，我們係愛負責愛寫嘅企劃書，呢種是後來我出社會過後。
頭一分嘅條路就會愛做嘅企劃，就會下動到嘅企劃數。嗰個我咪係透過以前啲學校嘅訓練，就有愛用嘅基礎啦。再過嚟呢，其實嗰種時，你就會動家大禮拜都會開會嘛，跟我就會負責老千路嘅你嘅呢課嘅同學啊來講法宣佈事情，因為我就嗰種時就動好談看配上人談嚟講法，就老大家宣佈事哦，各位同學啊，你啊要禮拜會拍乜嘅活動啊，大家一齊參加好唔好啊？乜嘅？係見我哋老大家講法，從我一下你咪去做主持人，你咪見講法。呢種就一定要有地方嚟宣洩出來。冇錯，因為嗰種時。內爽係嘛？真嘅，因為後來我大學3年生做副會長嘅時間，嗰種時嘅會長，佢咩唔好講話，其中阿志賢繼續老大家講，我就講咗2年嘅時間。哇！都帶你下會長係乜嘢？唔啲誒，唔啲。大家都鬧到係矮。唔過嚟真嘅啦，有上時候有好多經驗就好咧嚇。跟阿英生知道你下喺投入到頭擺參加嘅社團。有關係冇？我知道講冥冥之中就會有連結咧。像我哋讀貴校嘅時節，就實有參加過一個實有參加客家社團啊！呀個你也就同大家講啦，社團咧就會學興趣啦，唔係學專業啦。好彩你冇來，好好對，兩個社團，談過兩下冇才係冇？有啦，係有才。因為佢衝就幫踢咧。哦有。幾年快好啦，幾年快咧社團要省起來。好彩你幾件冇。係啦，唔講我知道講咧，像我亞下做動到啦，客家上港嘅條路，誒咩大部分之前是有參加過亞嘅客家嘅社團，故說我亞下假使有名到，客家戲曲嘅時節，就唔會做上分咧，一見如故，冇錯就按你嘅感覺，故說頭擺貴少參加嘅都係亞下行係有上蹦上天。哦，係啦，有上次就會知道。要再來一首嗎？誒，誰唔是？哦，好嘞，好嘞。聽到你鬧到講佢係學教嘅人。真嘅，我之前去面試嘅時節，佢還冇嗌講，來一團衝戲，我差點要唱成不行，這樣你不會錄取。結果我就同個面試官就講，我唔叫衝戲呢，佢懂片哦，你就講，學教冇教嘿，如果我學教真嘅冇教，我學教係教 Shakespeare 嘅種。冇錯 ，to be or not to be，係嗰種。戲子，係先。因為誒非常嘅體現佢，跟戲子吼都唔簡單，讓娘起來，娘轉來。故作只有上就會變成。好了，你跟人等下啲順風嘅牌會變過去吼。娘流大死。大死啦！你就你跟他死啦！死咧，我怕你。OK， 阿家人知道學教嘅社團即學興趣，也真正學到廿下好多嘅東西。我知道我社團好多都出來做些唯一有用到就會動會遠，不過懂富，很才講，很會忍耐。唔過我知道我學嘅內容完全用唔到，因為我係做給兒童劇嘅技術人員，因為科技一直在進步，喺個我用高中用嘅沙筆咯，嘅出社會過後嘅沙筆已經完全啥都冇用，故所其實內容係重新學過，唔過懂會忍耐呀，件事情都要下下去，一次都用嘅到。很艱苦呢。唔知睇你做事啊，很才講啊。哦，一種唔好講，都係講出嚟啦。唔好講啦，講出嚟可能佢等下就冇條路啦。誒，冇相干啦。佢當跳，佢嘅諗係自條路捱當上，係唔係？即係唔過佢看佢講到木質鹹嘅，跟參加社團都兩下都職場項，咁要按艱苦咧。跟阿路兒來講下。因為我頭擺有參加嘅國樂吹，國樂吹，國樂吹我看嘅樂譜，嗰時我哋下去嘅音樂劇，我看嘅樂譜，我就好比拼人行嘅昆農劇，對，好嘅面，昆農劇對。唔過嚟問一下大家咗，唔知道吼？啲兩個社會行，一講兩個社團地位度，因為有兩個社團，唔知見到兩下很想唔嘅啦，滿兩三年後咧，依家係白camp好冇？來，你睇社團哦，可能哦，提提嘅學校稱呼為要啊，就係偏讓欣賞社。哦，
自己最想要参加。係啊，反正係大眾性命嗰種社團做乜嘅會出現呢？因為假使愛好看喜劇，結果應該好看鬼片，用班強下看戰鬥殺跳舞哦。馬做得。俺主動俺大白有個秀啊，所以天然欣賞啥就會讓俺唔知做乜個俺用做，可能俺啲咧總算俺睇你以後上出來嘅，基本佢冇按到天然欣賞啥，基本佢按到埋我是邊緣人設。因為我冇朋友，用個啥咧？哦，我去看天然，那睇個窮下去看我咧。唔過像你係做樣片嘅人，當然希望行卡多嘅人啦。古種係所講啦，應該冇去按到天陽訓種啥，應該按到認真節目欣賞社。我讓大家做得嚟看下嘅節目。好，謝謝你。好，你就要做好。又更無法理解了。無法理解。不過吼，家講到係天然啥，因為佢自己唔好撈陪上英雄哈，他就是自己是邊緣人啦，所以佢要用英雄。你去講好去講看。唔過，家你個老太有分享嘛？有人參加社團，很多都搞到男朋友、女朋友。家庭分享，我冇參加，你冇搞到誒，我冇參加嘅社團啊，佢係素兒社，比素兒我本來撈到去同佢談唔到嘅朋友，係冇想到去跳舞嘅，停跳舞，唔係同談唔到嘅朋友向下交流溝通，唔係喺愛死來嘅節目喺坐到難死來生活，我哋難定向下。用3年嘅，你啊社團都係最強嘅，最嚴到嘅社團，社係呢場，天空高最風嘅呢條嘅參加了。因為我朋友就想喺同社來命來命去啊，你工作人就參加，跟你應該可以參加。真嘅，幾用時間去傳聽講嚟啊，結果一比下就一下結婚，用真嘅，自主蠻同啊，真嘅。你就後對這種事冇嘢，多啲哈，你這不然會變得太搶手，怎麼辦？係啊，不行啊，不能這樣子。不過前幾日講到社團呢件事情吼，頭擺到了下，可能要參加到更多嘅社團，到了下本大家來選擇嘅時節，你想來參加哪啲社團？還有呢個社團，到了下，有冇冇人來選嘅，愛來選嘅項目？等下再來繼續來睇，自家向下來分享了。我想參加迄個流行音樂社，音樂社，因為我哋喺個做嘅些咩流音樂唱歌有相關，我哋同校唱歌，因為咧佢對我哋學嘅唱歌當貴呢，貴成成，嗰種假使還有機會轉到學校，我想用學校嘅他個資源去學唱歌。我覺得社團啲咪都要足夠呢。你做得做硬係沙種，你做得做沙種服務員。你知點講？係咪做埋個沙種服務員？歡迎大家到咗嚟後生睇上岸節目現場嘅，基本討論到青島頭擺參加嘅社團嘅問題，唔過你下唔係問頭擺了，問大家就講，你頭擺冇參加過，唔過你下當上去參加，當遺憾。假使你下如果你係社團，我聽朝會參加，認真老師分享下。我講講，我上去參加嘅一隻社團，應該當都上去聽啊，按到。美姿美儀，真嘅上去參加，因為你下摸啊，做地等下就做地講唔嚟，誒上去嚟做嘅一隻社團，比美姿美儀行卡定一下，按到失照沙。哦，因為種係呢係。你聽錯一半白劇，因為幾多冇食照嘅，係啊，佢完全冇食照。因為我照先睇係從東就開始。真嘅，嗰種有血栓嘅問題，而狂貼，將來主委就當到係自由工作者啦，大擺就衰到三公冇班壓啦，嚇個三公冇班壓就開始衰啊，嗰種就唔會去失照。我去想講假使睇些個強下嚟操盤，互相嚟鼓勵，早上條強下嚟失照，強下嚟大追股，強下嚟看股票，強下嚟看電子，強下嚟存攤錢。都係股票山還是失照山？互相嚟討論啊，跟有錢人就會6點開始強下嚟大追股呢。真件，股上嚟之後講啊，應該去成立嗬，按嚟失照沙。我嚟除此以外，我還想我來成立一隻散戶交流社，將你大擺去主持，超冇就要動嘅散戶啦。加入，冇唔錯，你看咗，我就想去做按嚟當有戲做嘅感覺啊，唔對我現在嘛，真係就做得僵啊，超冇，來，訓練一下，就做得變得有氣質。
呢，唔但唱来做工，就得减少大家的烦恼。韩国又懂反驳，鼓手请投早餐社跟衣服交换社1票哦。佢喺做非洲係冇，唔過真見啦，嗰個上鋪搞翻晒嚇，對啦嚇，那個自由工作者，尤其要做主持人，非常重要。唔過唔可能考慮下假使老顧家人呢種生意，就冇法度搞翻。冇辦法幫你。那同家人做的，唔過理解。他的五身五身褲五身裙會到你變全身裙，他這個洋裝會變他的禮服啦。係啊，有標準嘅成個記到公司嘅參加。我做工開始又做得發比創意，你總共總共要2、3副，我就做得總結做到 oversize 男友裝，冇錯啊！你意思係講阿中股已經入股了，恭喜！節目我們做那個原始股東哈，跟白 Cam 來講一下。來，因為吼大家可能就看過嘅偷拍嘅相片啦，吼，真緊吼非常嘅蛇氣牛哈小鮮肉，真緊動手動染刀動四分動排體動護心，好了。動下皮，所以假使就打機會，而家就都轉到偷白，一聽我參加埋就係潛訓沙哦，健身啊，對健身的，因為你上一去潛訓啊，就相信冇同力啊，你做啲抽到一台隊吼，要志同道合，做啲強下去練肌肉嘅同學。朋友係咪動就同練？然後台在有上班，哦，你今天不去你就完蛋。對哦，搶兩水哦，做啲是兩水哦，好。我晚上把跳個微信我好，跟來搶兩水。6天。我要去麻將沙，我要去麻將社。今日係嗌上法啦，冇錯啦，因為就像台下都講嘛，就認同需要有人在鼓勵，唔但你就鼓勵聽聽，還有鞭策概念，因為你都有啲後背那邊那個足球咧叫你嘅時間，誰時間本阿妹咁樣對，這樣又好咩？難事哦，那一基本冇揾到什麼3秒打5，2秒3秒，就會講嚟。所以你啊，哦，你都當你打5來3秒，其實3秒當嘅，跟後尾2秒，哦，佢冇喺做，你就3秒嘅天天，跟我哋做到就冇。係啊，後尾2秒喺街片翕相天天啊。啊，我知道啦，除非你唔是講出來。阿路耶，問你咧？我想參加迄個流行音樂賽。有音樂賽，因為我哋喺做嘅些咩流音樂唱歌有相關，我哋同校唱歌，因為咧喺對嗰個學嘅唱歌當貴呢貴成成，不說假使還有機會轉到學校，我想用學校嘅他個資源去學唱歌。我家下沙灘地方都有足夠呢。你做得做，俺係沙種，你做得做沙種服務。你自家講，係咪做埋個沙種服務？有冇講嘢嘛？人家有感染嘛？老嘅阿路講下，他跟騷法已經通過了哈，可以要用跟騷法去告他。唔該聲音掉啊！好教嘅字眼哦，用好教嘅字眼，唔過字眼都做唔起嘛，個阿 V 咧，你幫你自家來講下。我想講嘅模型沙，因為一般嘅模型動槍動困難去丟起來。哦，所以有人強下哦來丟。係啊，因為一真運動困難哦，還有冇少講嘅。作油沙，作油沙就當好教嘅感覺，係唔是期盼乜嘅成果發表會啊？冇唔錯啦，因為其實那個模型啊，還有那種作用，其實佢係訓練那個大腦嘅聽筒嘅能力。有人講係，有人發現講係接上教作用，還有模型咧，佢減緩呀得到嘅老年痴呆症嘅那種比例，還有會延緩它的發展的時間。真嘅，運動需要呢，所以你對你以後嘅那種智力嘅發展，有人講精神方面嘅培養，還有做模型，即係一上就好呀，就做得啦。唔是人看要按到好朋友嘅嘢，你就古時你就參加呢個沙就做得啦。嘅阿家呢，根本要帶來嘅成個作品。哎呦，因為平常時睇下聽筒來聽筒去，古時我先會參加兩千嘅沙團都一產。發沙，好多發很多春啊，回春摘花，要嘛個要係一條線，其實要係一條線，懂意味先一條按你繞，按你天天的繞線都踩在上面了。古代我哋做嘢嘅時間，聽錯頭腦真的是一片空白，都點清。迄個我一下有嘛個想法，也就會別清。
就會拆開來。咁所以係冇錯，咁所以天初我會懂點先懂安靜嘅 V 所按嚟。跟你應該可以參加，就懂識下呢，仲有瑜伽嗰種高音嘅產品嘛，冇錯冇錯。能夠做呢個禪法沙，其實你自己唱下家講嘅，你就喜愛動作。但你就看得出這個作品，就看得出這個人都得有耐心嘛，都得做事有專心嘛。你冇專心，那個冇該發哦，玫瑰花怎麼變高麗菜？差太多。思維變咗安樣，所以你要用講嘅時節，大家會記得嚇，你參加各種社團，其實是有幾個效果。咁過嚟一開始從阿燕陣一開始就講到嘛，就講上一台大做，抽大家傾下來大嘴鼓。其實之前有研究講，就講沙飛歌係唔係？社團唔單止係學生咁做的嘛，做沙飛歌後面做嘅自家成立社團，因為發現講喺成立社團係大家組成嚟打鬥時間嚇，做唔得凊彩打鬥時天天，愛有目標，愛當禮拜假設你大家傾下打鬥時，愛有一隻目標，一隻主題，大家傾下來分享會，咁變成一種分享會概念。交流會，讀書會嘅概念，咁不是種我清彩那種打嘴鼓，那就是浪費人家嘅人生，大傷人家嘅時間天天哈。咁過呢下半年來心理嘅，冇識彈過嘅社團，冇識看過嘅社團，也係講你自家當上嚟參加個跳板，參加唔得，嘅阿自然上嚟成立乜嘅社團。藝術嘅成立就係呢皮拉提斯沙，還有呢空中瑜伽沙，係你都會拉皮啦，係嘛？點咧？唔係，團購價較便宜。冇啦，拉皮係皮拉提斯，因為呢要兩種考場，點唔點？要兩種考場呢都懂貴，係嘛？對，真嘅都懂貴。他流行嘅空中瑜伽，全部都懂貴。就會刮腫用啊！藝模啊，因為藝做上講，因為講到身材豐富，因為係因為呢，其實有兩種考場都懂貴，嗰種藝做做跳過學校嘅字面，所以跳過用學校嘅錢去搶欣賞，喊做的呢維持好身材。你哋下嘅身材就會吸引人嚟聽聽，好像80萬人我嚟講，你啲排骨嚟聽。係因為藝要做皮拉提斯，一件送嚟係可以社團。我最尾盤簡嚟嚟講下好咧，你自家想喺成立嘅社團係乜嘅？我想去表。教大家用牌起來賺錢。交男朋友啊！做嚟有一考場，又要考一考場，搞到係咪？唔過係想去成立嘅係表空沙放空社，跟一啲都要懂得懂後教嘅東西，有天通啊，有天師啊，還有懂師傅。唔過你做，嗰片咪就天通嗰款，唔過馬街做係咯，唔過馬街路做唔得做，但唱大家都坐到天嚟安尼。馬街路唔上，沒有做唔得講法。唐一倫咩懂便宜呢？水天咧，哎呀，他就做得水母嘛，哎呀，大家做得嚟不用講，因為大家平常時太忙係咧，是要有啲時間，大家共下來點去。馬街路唔是上，因為條路咩要休息，真嘅。跟住落去要嚇到，要睇個亂。可以嚟唱。如果講真嘅啊，韓國呢個比賽懂出名，放空比賽，懂難呢，其實佢會接定嘅心電圖，還有去偵測人嘅心跳，還有偵測人嘅精神。你假使就會亂想，人家講想到，哎，等下動作會什麼嘅？廿幾天咯，吼，馬眼皮就嗶，眼皮就幫你淘汰嘅。係做唔得，很多天咋做唔得衰退。千萬做唔得衰退，這種不能完全的冥想，完全的放空。所以其實心理的個下哈，其實當初啦，冇人教嗰種心理的比賽做乜嘅。咁過來參加呢個社團主要係乜嘅？又想是培養呢個自家嘅能力，又想是本大家做得表現一下，本自家啊，你按摩和切菜當中嚟，和做得一個享受自己人生的機會。咁過我享受人生，還有乜嘅辦法？下禮拜強隻世界繼續來收看，你嘅後上太上宮，要花太假宮，等嚟聊聊，拜拜。看睇亞視節目，有冇知道參加社團嘅下，實在係做學生嘅最好嘅回憶咧。無論你頭擺是參加過哪種社團，相信都做得學到經驗。韓國啊，也都冇同樣嘅磨練，咪會變做大家未來人生路向嘅養分哦。